融合現代設計美學、創新視野同歷史文化底蘊，全新半山住宅項目堅尼地道33號矚目登場，為品味生活同長遠投資價值締造理想傳世府邸。項目由 The Development Studio 聯同富合置業傾力打造，合共提供71個住宅單位，當中標準戶共69個，分佈於23層樓面，戶型靈活，涵蓋1房至3房設計，實用面積介乎360至1033平方尺不等，另設2個頂層複式特色戶，附設私人平台，盡覽壯麗山巒與繁華城市景，磚上格調，氣度非凡，西城區內新地標。建築設計延續簡約流暢嘅現代風格，外牆採用鋁質飾板同埋全景玻璃幕牆，融合摺疊式立面設計，靈活捕捉光影變化，引入自然光線，營造層次豐富嘅建築美感。寬敞窗戶同觀景露台無縫連接室內外空間，坐擁金馬崙山翠綠景緻，更遠眺寶雲道及跑馬地繁華風貌，讓人時刻沉醉於都市同自然交融嘅景觀之中。會所設施一應俱全，精心照顧住戶日常所需，包括設備先進嘅健身室、品味雅致嘅住客休閒廳，以及配備專業廚房嘅多功能宴會廳。無論係日常放鬆、朋友聚會或者舉辦活動，皆提供舒適理想嘅場地，締造豐富多彩嘅都市生活體驗。項目坐落港島半山核心，鄰近港鐵站，交通網絡四通八達，輕鬆貫通港九各區。無論係沉浸於城市繁華，定係親近自然靜物，皆舉步可及，隨心切換生活節奏。作為港島心臟地帶，區內生活配套完善，匯聚時尚、文化與娛樂元素，購物與餐飲選擇多元。太古廣場、全新合和中心2期同埋人氣打卡熱點利東街近在咫尺，盡享世界知名品牌同高端餐飲。熱愛戶外生活嘅住戶亦都可沿寶雲道健身徑登頂太平山，或者步行至香港公園，喺翠綠環抱中同親友同樂、親子共聚，或者同寵物散步，均能樂在其中。此外，項目更加位處優質校網，匯聚多間頂尖學府，包括聖若瑟書院、皇仁書院、聖保祿學校、瑪利曼中學、香港華仁書院、英基學校同埋德萃國際學校，提供完善教育資源，為子女打造卓越成長環境。集稀有低密度規劃、卓越地段、完善配套同現代建築美學於一身，堅尼地道33號唔單止係理想嘅居所，更係珍貴嘅投資選擇。無論自住或者增值潛力，皆屬一席難求嘅置業良機。